越嚟越多波子車主選擇自駕北上做翻新整備。咁港車北上有咩需要注意？有咩要提前了解？有咩要準備？有咩升級項目推薦？有咩着數？呢篇自駕北上全攻略用2分鐘為你解答。首先預約好港車北上之後，下載交管12123，呢個係內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服務平台，可以申領內地電子駕照，事故快速處理，輕鬆查詢同處理交通違法。第二，導航推薦使用高德地圖或者百度地圖，唔單止可以 set 粵語播報交通情況，仲可以實時提醒目的地停車位是否緊張，每個路口紅綠燈都有提前播報，3D 畫面放大提示，路況隨時掌握，完全唔使驚行錯路。第三，道路規則有幾個小貼士要分享。內地係靠右行駛，需要適應視線及操作習慣。右轉一般唔受信號燈影響，除非有單獨右轉信號燈或者禁止右轉指示牌提示。喺香港行駛遇道路閃燈，可能係違規超速被影快相。喺內地就唔一定，影相一般只係維持交通秩序或者交通流量監測，就算冇違規都會被影相。第四，自從逢禮拜2、3唔使預約，更多波子車主選擇直接上嚟珠海食嘢、休息同養護升級愛車。咁大多數車主上嚟短程度假都會選擇做啲咩項目呢？如果嚟珠海玩2日，第一，推薦底盤整備，改善行駛質感及舒適性，提升制動穩定性，避震更紮實，重回新車質感。第二，內飾車機升級，擺脫老車機嘅卡頓及唔智能，新款大屏車機，娛樂影音樣樣齊，直接優化駕乘體驗。第三，排氣升級，鮑魚改色，大燈老改新，快速小升級，台車直接換新。第四，就梗係定期保養啦，機油保養、中等保養、全車油水大保養，同愛車離土精緻養護。如果嚟珠海深度7日遊，就推薦做包圍升級、內籠翻新、自駕系統升級等，比如前後包圍老款改新款，內飾塑料件翻新，座椅換皮改色，升級 ACC 知識應巡航、360全景影像、變道輔助、無視進入等等。當你沉醉於珠海嘅休閒放鬆及舌尖盛宴時，讓你嘅愛車同步開啟一場換新之旅。最後奉上香港及澳門保時捷車主嘅專屬優惠 coupon。只要嚟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消費，可以直接使用 Alipay HK 及 MPay 錢包跨境支付，無需換匯，直接港幣、葡幣俾錢。活動期間每個月都有幾百蚊優惠減免。想了解更多內地遊玩養車攻略，詳情 PM 我哋傾下啦〜